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4，诗篇86篇第40安尼讲：主啊，求你予你的仆人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三甲额头来祈祷，互阮心神欢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满有仁慈恩典的上帝，你是无快生气、高丰盛的慈爱甲信实的天父，你是创始成终、永无改变的救赎主。你欢喜降福，无爱降祸。你欢喜赏赐恩典，互仰望你，搁时刻来到你面前祈祷的人。主啊，阮的生活中间充满济失败、不如意、艰难甲困苦，总是感谢你欢喜听阮的祈祷，伊爱阮对你的仰望，互阮无伫艰难中来无助。你的疼，互阮伫困境中通得到你的帮赞，互阮的心神来欢喜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赞咱，伫咱每一天的中间，拢来仰望伊，向伊祈祷。就咱的主要将欢喜的心神来赏赐咱，互咱伫伊面前赢过苦难，通得到欢喜快乐。愿主时刻甲你相甲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